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苗栗县长的选战，国民党的党中央决议要来征调现任的立委徐子莹来参选，但是徐子莹再去开记者会，讲伊无参选的意愿，这是互国民党内的气氛是不止啊硬腰。啊，苗栗县的议长郑东锦已经表态，滚下届讲要选县长。伊讲徐子莹若是无意愿，党内就应该透过民调，用公平科学的方式选成人选。国民党中央选战策略会部昨下晡做出决议，征调现任的立委徐子莹参选苗栗县长，并且提报中常会通过提名。也不进前已经表态无要选的徐子莹，听到这个消息了后，想法嘛是无改变。社龙还是一直坚持我2个原则，一个就是不会参选，第2个就是全力支持我们党所提名的候选人。徐子莹坚持无要选，和党内气氛煞怪怪。讲几下摆要参选的苗栗县议长郑东锦依然维持下乡听民意的行程，伊建议党中央，若是徐子莹真正无这个意愿，就用科学的方式推出人选。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剩下有要参选的候选人，通通都可以列入？那我们就用民调最科学的方法，找出最能够代表国民党胜选的候选人。郑东锦大动作表态，依然无得到党内定调，已经有人站出来替你讲话，佮爱讲唔通听党主席朱立伦的话。所以议长，你有你自己的理念，你也不必去听朱立伦，对不对？我也希望你步步高升。虽然国民党伫苗栗基本盘正在，不过这摆县长的选战人选一直拢超袂好势，党内嘛开始烦恼讲，拖愈久对选情会愈不利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